王爷，刚得到消息。嗯，给蝶王妃请安了吗？是。拜见蝶王妃。这就对了，起来吧。报告王爷，刚从宫里传来消息，皇上身体不适，已无力支持朝政，已让襄王当监国了。我知道了。蝶舞，你听到了吗？襄王当监国了，这是好事。襄王年老昏聩，怎么会让他来监国？希望三叔父他能够秉公执行朝野政务，千万不要助纣为虐。这回皇上病重，太后会选择襄王来担任监国，就是因为在他这一辈的老臣当中，已经没有人了。皇上现在是投鼠忌器，他想启用正值盛年的皇族人士监国，可又怕会篡位。可是襄王才干平庸，如果让他监国的话，可是会影响朝政的。我是担心皇上重病，皇太后现在年事已高，朝野之事怕是难以左右。可我们皇族的朱氏家人，现在正是青黄不接。襄王和安世耿一直素有交情，神侯府又是安世耿的眼中钉、肉中
当中，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你。以前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可是现在我当了监国。如果你有什么要求或愿望，你说，本王可以补偿你。每次看到你，就会想到你母亲。这都是命，每一代都是这么熬过来的，而且代代如此。我的母亲就是庶出，她是在饱受无数屈辱与流干自己的眼泪之后去世的。我也就是这么度过的。有一年，你还很小很小，我记得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站在空旷的紫禁城内，等着去觐见皇上。那一次，同样的情景，同样是一个人看着其他的皇子们都有自己的母妃陪着觐见，一个个天伦之乐、膝下承欢的模样，好不欢乐呀！而你就是一个人，刚刚进宫，谁也不认识，就连你自个儿的父皇，你都是这么陌生。那些太妃们就一心的想着把你赶出宫外。那时我向皇上祈求，把你送给当时的安王。孩儿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，是您给了我一世的荣华富贵，您的恩情，孩儿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所以我说嘛，庶子又如何，嫡传又如何？现在不就是我这庶出的人在做监国吗？从现在起，我们这些所有的庶子，都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封住那天下悠悠众口。好了，这些陈年往事就不说了。世子，我要当监国了，我需要你帮助我。孩儿自当竭尽全力。啊，太好了！自从如烟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我一直在想，但是仍然想不到半点痕迹。你别急，有些事情是急不得的。我一直在思索，人是有回忆好，还是没有回忆好？回忆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事情，有悲，有苦，有喜有乐，有爱有恨。如果没有这些的话，那人生不就像白纸一样，连回味的东西也没有了？可以把现在作为起步点，从这里开始储存我的记忆，这不是一样吗？无情公子，你知道吗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，能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。那在我们眼里看来是非常令人羡慕的。如果像这样，连你最喜欢的人、最刻骨铭心的爱情都想不起来，你不觉得可悲吗？难怪你一直想唤起我的回忆。再说了，自从你失忆之后，一个朋友都想不起来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，现在一下子全都没了，你不觉得可惜啊？与其苦苦纠缠在回忆之中，倒不如把今天作为起步点，这样就会更加轻松。林墨姐姐，无情公子，
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我一直找你们呢。怎么了？是二哥找你有事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那我去见他。嗯。武清公子，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怎么回事？要害王子！说，谁要害我？快说！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，一个人在这喝闷酒。你一定是为紫罗公主才闷闷不乐的吧？不要提紫罗公主这4个字。啊，如果我们不提，你心里一直想也是没用的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要惹我。哎，你一个人在这喝酒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跟我们到大街上走一走，散散心。而且铁手哥哥要教我当神捕的入门方法哦。什么入门方法？你跟我们去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。为什么？最起码少喝一点酒，而且不用孤孤单单一个人在这里想紫罗公主。不要提紫罗公主这4个字，好不好？哎，跟我们到大街上走一走，整个人也会神清气爽的。而且说不定碰上紫罗公主被欺负，你就可以。喂！有了工作，拼命抓贼，你就可以暂时忘记烦恼。最起码，把那4个字暂时放下。紫罗公主。走吧。哦，好开心啊！哎，风车啊！走慢点儿。我要一个，1文钱。老板，拿一个。哎，谢谢。好。哎，等等我。要风车吗？买个风车吧。累死了，休息一下。哎，我喂你糖葫芦吃啊。你先吃吧。我喂你啊。好吧。好吃。再来一个。我吃不下了。你喂，吃吧。你们不要这么甜蜜好不好？你们这样做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哎，我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。我看你是看大街上每一个人都不顺眼吧？我知道你跟紫罗公主产生了一些矛盾，但是你们的矛盾应该不关我跟铁手的事情吧？我们见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好心叫你出来散散心，你有我们这样的朋友，你不觉得很感动吗？
我真的非常感动，看到你们卿卿我恩爱爱，哇，我好感动啊！我们不能恩恩爱爱，那你要我们怎么样嘛？我没有让你们怎么样，我又没有权利要你们怎么样。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直说好了。我喝酒。哎，哎。追命这么痴情，紫罗公主一点都不懂他的心。其实有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挺可怜的。他做了那么多，紫罗公主对他始终不理不睬。别说这个了，我们说点别的吧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正事要做呢。我今天要教你看人。看人？看人呢，是捕快要掌握的第一门功课。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一眼就能分辨出来。可是他脸上没有写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。相由心生。看人呢，除了看人的眼神之外，还要观察他的行为举止。大部分小毛贼都是鬼鬼祟祟的，因为他们做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嘛，所以心里会比较害怕。这是人性的弱点，小毛贼是无法克服的。好，我懂了，这个就是脸上有鬼，心里就有鬼。聪明。那还有一些小偷，他们会有一点点矫枉过正，他们故意装得很正直，衣冠楚楚，风度翩翩。一旦放松对他的警惕之后，他就对你下手。这种人就是他明明坏人样，还要装出好人的样子。没错。不过，大街上人这么多，坏人们有时候也不好下手。为什么呢？趁人多下手不是更好吗？因为这个世界上好人总比坏人多，坏人呢势单力薄，他们也会担心好人们团结起来。那我们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好啊。哟，两位客官吃点什么？包子。哎，好嘞，观察一下吧。好人，坏人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啊，这个不错。哎，看那边。我再看看那个。你看这个，哎，看这颜色多好啊！这个啊，这个很不错。这个多好。走。你们两个小偷！姑娘包，走。让开！站住！让开！让开！分头追！走开！快跑！臭丫头！救命啊！你这样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他们只是小毛贼，不是大奸大恶之徒，你犯不着对他下这样的毒手。我不是有意伤害他们的。作为一名神捕，抓人不是目的，让人改过自新才是我们的目的。你今天如果真的一掌把他打死，那他连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没有。如果他死了，他的父母妻儿怎么办？他的孩子长大以后，会把神侯府还有世上那些善良的人当作是他的敌人，从而行凶作恶，这完全违背了我们当神捕的宗旨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相信我吗？上次在大兴年，我看到你出手杀人的时候，掌法狠毒。当时我是为了救你。你答应过我，不再练那些毒掌，但你还在吸那些毒液，对不对？你不仅没有戒掉身上的毒，心毒也没有戒掉。心毒？我哪来的心毒啊？温如玉是你的师傅，心性狠毒，你果然不出其右。你真的是误会我了。我没有误会你。从五都灵教回来以后，我就希望你可以把从温如玉那边学来的毒辣功夫全部改掉。我也知道，要改掉这些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所以我一直都在给你时间。可是今天，
你犯下的大错。我知道，我不管说什么，你都不会相信我了。一。这酒喝多了，可是会伤身的。娇娘，今天我要好好醉一场。我开酒楼这么多年，这喝酒的人分好几种，我最瞧不起的，就是喝闷酒的。娇娘，虽然你是开酒楼的，但毕竟你喝酒不多，不知道醉了的好处，起码没有烦恼。可你还是会醒啊，酒醒了，烦恼不是还在那儿吗？人为什么会有烦恼？人家都是一双一对的，只有我是孤家寡人。所以就想子罗了。别再提他了。你和公主到底要冷战到什么时候？她是公主，我哪敢跟她冷战？可是你喜欢她，心疼她，这谁都看得出来。可公主只把我当朋友。爱情永远是一场追逐，一个在跑，另一个在追，你追得越急，那个人就跑得越快。反正我也不想再追了，他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吧。其实你并不了解子罗，他不是不在乎你的感受，只是他觉得你永远会在他身边，不会半路消失。他真的这么想？我比你了解他，他每次撒娇任性都会去找你，你已经成了他的一种习惯。你是他的避风港，不管外面风浪有多大，你都会陪在他身边。可是总有一天我也会累的，不再被他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你不是累了，你是害怕，你害怕去追，害怕追到最后没有结果，所以你想改变这种习惯，甚至想长痛不如短痛。拿出勇气和耐心，你要相信自己，相信总有一天会感动子罗，所有一切都不再是问题。追命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娇娘我也很希望你能和子罗走在一起。这些年，本王甚少入政，朝野之事所知不多，只能凭借一个臣子的赤诚之心来办事。当然，这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朝野的形势，我也好有所准备。石耿这么多年足不出户，对朝中的事情也没有太大的兴趣。叔王您突然这么一说，侄儿一时接不上话了。哼，说到底呀，朝中之事不就是人事吗？这既是人事，那就是人的因素了。虽然你很久没有出来，不过现在这朝中的重臣，多半你过去都是熟悉的。当年是熟悉，但毕竟是过去的事了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侄儿不想多提。当年是你年少气盛，只因为皇上抢你的女人，你便借机行事。现在想起来，不就是一笔风流债吗？再说，也不能完全怪你，所以，过去的我们就一笔勾销了。我们朱家子孙本来就稀少，本王呢，有意让你认祖归宗，此刻又需要你来帮我，一来你也可以历练历练，二来日后我在皇上面前说到此事，也好有个说辞。既然叔王说了这么多，那侄儿就实话实说了。虽然这些年侄儿不出门，但是朝中之事还是略有耳闻。侄儿曾多次听说朱王爷和诸葛大人来往甚密，颇有内外勾结的嫌疑。哦，
他俩关系好，我是知道的，内外勾结也略有所闻，只是一直不敢确定。那还是等叔王查清楚了再说吧。好，我一定会暗中彻查此事。石庚，你记住了，亲不亲，总是一家人。虽然你暂时姓安，但是本王相信你会姓回朱的。我等待着这一天。多谢叔王。石庚啊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石庚告辞。叔王啊，叔王，你也太自作聪明了，居然想让我姓回朱。哼！可我现在已经不稀罕了，我会让这紫禁城都姓安的。你等着这一天吧。冷大哥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每天喝4色鱼血，道夫人为我疗伤3个时辰，为什么我的手还是没力？帮我把剑拿过来。救活我有什么用？我现在连无名剑都拿不起来。冷大哥，你已经无力这么长时间了，我的胳膊一点起色都没有。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救李默，我要救李默！你先别说了，你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，只是早晚的问题。怎么了？你身体刚刚有点起色，就得叽咕那大呼小叫的，是不是男人都这样？只对身边的女人吆喝，从不珍惜。前辈，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冷大哥恢复功力？看来，不管他怎么对你，你对他依然那么关心。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考虑。你说过，3天内就能压制住毒性。可是冷大哥连提剑的力气都没有，这是相生相克的缘故。我估计他体内除了红绫毒素之外，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毒，一直潜伏在他的体内。是狼毒。你身中狼毒。正如我所料，你体内是2种毒性相互牵制，所以才会发生眼前的状况。这就难怪我每次运功，想让4色鱼血进入他的奇经8脉的时候，总有一股阻力在跟我抗衡。难怪冷大哥时好时坏，反复不断。现在要解开他红绫毒素的毒，那必须得先遏制他身上的狼毒。但说句实话，这些狼毒我目前还真的没有办法。前辈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冷大哥！不是不救，我这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？现在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只有加大4色鱼血的剂量。往后每天运功的时间也要加长至6个时辰。希望4色鱼血能在他身上
发挥最大的效用。不过，有件事我得跟你们说清楚，这样的话，他每天会遭受很大的痛苦，并且治疗的时间会拖得很长。前辈，需要多久？少则3个月，多则3年。嘿嘿，哎，过来过来。嘿嘿，哈哈哈，好好。哎，子罗，你就上去跟追命打个招呼嘛。我不，明明就是他得罪我在先，我才不要跟他打招呼。可你是公主，就得以公主的身份要求自己。你主动跟他打招呼，那说明你有涵养，对朋友宽容啊。他看到我就跟个没事人一样，还在台上跟那些妖精扭啊扭跳啊跳的。那你的心里生气吗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看他那样，像老鼠掉进了蜜罐里一样。外面的人说的一点都没错，他就是个花花肠子。你们两个总得有一个先开口吧？才不呢，他又不是冷哥哥，我才不管他。可他是你的朋友啊，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好朋友，你不可能要求他每天围着你转，对你低声下气，处处看你眼色，还不允许他有一点点的脾气。这样的男人，他不是男人，是太监。皇姑母，太监就是这样的。所以，你是想要一个只会拍马屁的太监，还是想要一个好朋友呢？你就上去跟他打个招呼，啊？好了，没事的，去吧。子罗，子罗，好了，别跳了。我知道你是故意在气他，想引起他的注意，好让他吃醋，让他在乎你。可他心里根本就不会这么想。你这招欲擒故纵，适得其反，反而把他惹火了。快去追他吧。你是男人，做错了事就得承担后果。你要是不去追他，以后休想再跟他说半句话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别跑得这么快好不好？你不是在那边跳舞吗？出来干什么？我，你什么你啊？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哎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我什么都没想啊，我就是个闲人，可别在那儿妨碍你们跳舞。我走还不行吗？其实我不想和他们跳舞的。你不想跳，你还搂着他们，那要是想跳呢，会变成什么样啊？我刚才是心情不好，正好你来了，所以你是特别开心，心情太好了，跟他们又搂又抱的跳呗，特兴奋呗。我没有，我亲眼看到了，你还说没有？你是把我当傻子还是把我当瞎子啊？你什么啊？你平时跟女孩子说话都是那样的，怎么到我这儿就成结巴了？我可不拦着你跳舞，你去跳舞去，去，我什么我？我无话可说。我还无话可说呢。你要真无话可说，你就跳舞去。反正最近神侯府也不忙，你要是真喜欢，我就让皇姑母把那几个姑娘都赐给你，天天陪你玩。咱们是朋友，既然你这么好色，我就当帮你了呗。你别这样！我怎么了我就让皇姑母把那几个姑娘都赐给你，给你当媳妇儿，3妻4妾的。你们男人不都想要这个吗？我不跟你说了。我怎么火气这么大？一定是太想我冷哥哥了。站住！
娇娘，公主呢？我没有留住她。没留住她，就不准进来。我现在已经一肚子气了，连娇娘你都这样对我。我现在给你定个规定，没和公主和好之前，不准来明月楼。这规定也太残忍了吧！只有明月楼的酒，才可以帮我解愁啊！就在你们低头喝酒借酒浇愁，说自己多么痴心，还遭遇坎坷的时候，那些好女孩都被别人把手牵走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因为你们不懂得珍惜，不会从正面的方向考虑问题，不做真正该做的事。你为了斗嘴，把关系恶化，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，才后悔内疚，有用吗？娇娘，你突然说这么多的道理，我继续想一想啊。那就给我回去好好反省。没和公主和好之前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冷大哥，我每耽搁一天，离墨就多危险一天。可是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你这样出去太危险了。我的病怕是好不了了。不会的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只是想在有生之年，再见李默一次。就算要见李默，也应该把身体养好。我太清楚我现在的状况了，我体内的毒需要太长的时日才可以康复，我已经等不了了。如果你相信天意，就应该相信冥冥之中老天爷自有安排。你想，楚离墨进神侯府，他能克制住你身上的狼毒，这一切并非巧合。如果你们真的有缘分，老天爷一定会安排他出现，让你们重逢的。瑶华，李默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是吗？是，他还活着。可是现在，如果你们尽快把体内的狼毒逼出来，恐怕……冷大哥，你相信我，凡事执着到底，必有希望。执着到底，必有希望。诸葛大人也在。叔王，那世耿就不打扰了。世耿啊，大家都是同朝臣子，不用见外，坐吧。是。襄王说的对，你我都是同朝臣子，诸葛正我能来，安王爷为何不能来啊？世耿啊，自从我接任监国以来，我翻看了京城这一年发生的所有重大案件的卷宗，这些案件个个扑朔迷离，蹊跷得很。像什么4大凶徒出天山案、九尾狐案，还有这个玉玺案，各个案件都离奇得很。所以我让诸葛大人过来问一问，好了解一下。叔王，世耿对这些案件毫无兴趣，我是来看望您的。安王爷，一起了解了解，倒也无妨。是啊，再说这些案件能够结案，就证明我们神侯府护卫京城是有效的。可不是，这举国上下谁人不知诸葛大人和4大名捕的声望？这一呼百应的能力，可真是难得呀。安王爷，这句话有些不当吧？这个我就不予置评了。叔王的一双慧眼，一看便知。不过这句话倒说得好，报效朝廷，我与安王爷您共勉。我可要提醒二位，彼此的政见再有所不同，
但是你们面对的人只有一个，不是我襄王，而是皇上。是。好了，我还有折子要送给皇上。你们二位先回吧。诸葛正我拜谢襄王。侍耿告辞。去吧。诸葛老大人，安王爷一向称我为诸葛大人的，怎么这回突然叫起我老大人来了？这世上的人谁不会变老啊？称你为老大人，就是在提醒你，申侯府的年轻人众多，爱玩是年轻人的天性，可千万别玩出了火。有劳安王爷费心了，我先代他们谢过安王爷，告辞。我先让你逍遥几天，到时候有你申侯府好看。